身为台湾第一家电视台，我们用新闻为台湾写下共同记忆。我们的镜头记录时代的轨迹，精以至诚向全国人民。我们的麦克风收录民主的声音。记者也是全雷达。深夜的跨国转播，见证台湾的荣耀。中美今后的关系必须在政府对政府的立场上。风雨飘摇的时刻，坚守新闻岗位，安定人心。The wall could disappear. 一甲子的岁月，我们致力开拓视野，接轨国际。得奖的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追求卓越，与时俱进。我们是台视新闻，我们与台湾一同成长。